那把你要拍的都拍一遍。小心点路啊！这摔倒了，这路不平。一个这是在下雪天的时候爬上的，哎，特别壮观。左右都雾蒙蒙、白茫茫的。这边能上2个段子，那边你想看。下去还是往那边继续走？继续走。咱仲硬嘅呢先，咩上面先我哋跟到坑邊嘅。嗱，最頂嘅到你見啦。大坑上去睇到少少唱聲，後邊啲蘇聲吹啦，真係。有法圍大家㗎啦。2天沒有，坐在